香港朋友話100幾萬買一棟別墅喎，呢一種別墅獨唔獨院130幾萬買到咩？無批嘅，講真喺呢個小區入邊咧，別墅就買到嘅130萬總價，呢一種係屬於雙拼嘅戶型啦。中間另外一戶咧係有分開嘅，有大花園嘅咧，要260幾萬先買到呢一隻啊。呢隻係4層嘅獨戶別墅啊，獨明獨院，同埋有私家花園，同埋有地下庫嘅車位喺地面，可以停2部車啊。關口過嚟應該行高速，應該30-40分鐘就到噶啦。神灣呢一個浸中心啊，靠呢個三邊嘅獨立別墅啊，靠三邊咧就花園比較大嘅，中間戶咧就花園冇咁大嘅。呢一戶咧可以做泳池啊，呢一套獨立嘅別墅咧有呢個咁大花園咧，應該係會貴翻啲嘅。反正最低價有200幾萬，就係講緊呢一隻啦。你話100幾萬嗰啲咧係上下跌嚟噶，地下室呢一度可以做埋呢一個泡浴啊。可以泡溫泉咁樣嘅，有自己整個溫泉池就得啦。喺地下室嗱，呢一度就2層空間，做到可以見到客廳嘅挑空噶啦。成個2樓有2個套房嘅，兩邊通透嘅，2間房都係有露台嘅。呢個細房咧係有一個細嘅騎樓嘅，入邊係套廁嚟嘅。2層就2套廁，3樓就1個套廁啊。地下室咧就做咗呢個按摩池啦，所以佢哋成間獨立別墅咧就做咗差唔多4間房左右啦。樓頂咧仲有2個天台嘅，2層2間房，呢個做公主房啦，有大露台望花園景觀嘅。你話200零萬，如果呢一套首期應該唔使30萬攞低咯喎。嗱，呢一種別墅你話有裝修嘅咧就要加少少錢啦，但係裝修都得嘅，有裝修無批俾你揀嘅。人哋話但係裝修100幾萬，你揀買咩咁大間喎？當然唔止啦，3樓咧就有做埋一個浴缸嘅，成個3層就主人房嘅使用空間啦。有2邊嘅露台嘅，仲有個騎樓樓梯上去天台上邊嘅。3樓呢邊咧就相對闊啲嘅啦，因為成個別墅咧佢地面佔地唔會好大，就係花園係單獨劃出嚟嘅，所以呢一種別墅咧喺神灣呢邊咧就可以揀到啦，喺珠海就買唔到啦。呢個屬於中山神灣嘅別墅嚟㗎，唔係珠海啊。